呢兩邊㗎。 E1小心啲門啊嚇！我哋而家係喺香港大學喎。哦，OK 好。嚇。咁上邊咧有好靚嘅風景㗎，可以影下相啊嚇。前邊嗰個站都可以上得去㗎。嗰邊咧就係直去香港大學，呢個就咧，如果平時可以係開咗薄扶林道嘅，咁咧就因為香港大今日唔開嘅，你哋一月上完風景咧，你係影完相可以搭翻呢邊落翻去大堂嘅，係呢邊出啦，呢邊出。係啦。哇！